歡迎收睇有線新聞，我係鄭希敏。商務部等5個部門發公告，規定13種已製毒化學品出口到美國、墨西哥同加拿大需要申請許可。商務部、公安部、應急管理部下個月7號係立法會選舉，有社團落區呼籲市民投票，為推高投票率，有食肆計劃向投票者提供折扣優惠。亦有企業提供假期，鼓勵派駐內地員工返香港投票。薛依婷報導。青葵公路有密斗貨車司機懷疑駕駛期間暈倒，送院搶救後不治。密斗貨車嘅右邊車身貼喺快線石戒備信號生效，颱風鳳凰進入南海，預計星期2晚到星期3初時最接近本港，喺大概400公里外掠過。天文台會視乎風力變化，評估係咪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黃俊軒報導。鳳凰吹襲菲律賓之後，鳳凰預計星期3登陸台灣西南部。台灣氣象署預告啱啱發出海上颱風警報，星期2中午前後發出陸上警報。花蓮堰塞湖再有缺堤風險，大概5500人要撤離。何心怡報導。高雄發生5.3級地震，全台多地有震感，暫時未有傷亡報告。地震發生喺下晝1點，震央美國聯邦政府破紀錄嘅停擺有望打破僵局。參議院以60票贊成、40票反對通過臨時撥款法案，程序性表決，為法案喺正式表決入面過關鋪路。劉家發報導。On this vote, the yeas are 60 and the 連續第3日削減航班，再有超過2800班航班取消，過萬班機延誤。另外，農業部指示各州停止發放全額糧食援助，否則會面臨罰款。彭天晴報導。全日有最多航班。休息翻嚟會報導。西九文化區碼頭以及來往想參觀故居嘅市民要留意，呢度平日唔對外開放，只有鄧伯球嘅後人，又或者由佢哋帶領先可以入嚟參觀。無線電視記者鄭希文報導。